今日同大家返璞歸真，食返一個傳統酒樓嘅火鍋放題，而且位置上呢，我覺得相當唔錯嘅。尤其是如果大家離開啟德一帶過嚟食返餐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！咁首先同大家講下呢間酒樓點去先。如果搭港鐵嘅話，就可以喺啟德站 C 出口，即係直接連接住 Airside 商場嘅出口，行入商場之後，一直向前行，上一條短嘅扶手啦，再繼續向前，再上多條扶手，跟住喺背脊嘅位置上多一層，跟住望住呢個位，行去旁邊嘅呢個扶手，上多一層，行前多少少呢，就係連接住新蒲崗工廠區嘅天橋，咁就沿住天橋一直向前行，行到尾呢，就係呢個 Mikiki 嘅商場。不過今次唔喺呢度食，但係都要行入呢個商場，左手邊行一小段路，落返扶手，轉左行出呢個商場，望住斜對面左手邊嘅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我今日去嘅呢個地方越秀廣場所在嘅位置啦。大概嘅路線就係咁樣。咁呢間酒樓呢，其實就喺商場頂嗰幾層。咁我呢，就蠢咗行咗去扶手上，但係大家千祈唔好學我，應該呢，就喺呢個位行入商場之後，喺右手邊嘅呢個 lift 口搭 lift 上去，直達，唔使上扶手。仲要啊，去上扶手嘅位置呢，有啲 QK 嘅，係要經過個波樓桌球室嘅，所以大家都係搭 lift 上去好啲。咁我今日去嘅呢，就係呢一間長形海鮮酒家，周圍嘅環境就係咁啦。咁呢一間呢，我相信喺呢一度都有一定嘅歷史噶啦，都算係一間舊少少嘅傳統酒家。因為我好幾年前嚟過附近呢，已經見到佢嘅存在噶啦。如果大家離開啟德一帶行街，最後想食返餐豐富少少嘅呢，嚟呢度就啱晒。而且基本上可以由6點食到接近10點啊，有接近4個鐘俾你任飲任食，仲要佢嘅食物選擇都幾豐富。轉頭再同大家講講。咁酒樓嘅環境就係咁樣，都係傳統酒樓嘅格局啦。普通嘅圓台，普通嘅有背椅，周圍嘅環境就係咁啦。我嚟嗰日呢，就星期5嘅晚市，我諗大概一半多少少滿啦。另外，其實佢除咗火鍋放題之外呢，佢仲有雀局啊、小菜咁樣嘅。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嚟試試。咁先同大家講下呢度嘅價位先。呢度嘅價位相對簡單，平日1至4，成人每位全包價218蚊，5、6日假期貴多10蚊，228蚊，全包價嚟噶啦，冇雜費冇加一。跟住小童長者呢，就全包價，星期1至4 198蚊，5、6日假期呢，就208。咁呢度嘅食物主要就分咗剔點餐紙同埋出邊自助區自取。咁先同大家睇下出邊自助區食物嘅選擇先。咁調味呢，就呢一度咁多款唔同嘅調味啦，好似豉油、辣椒、蒜、芫茜、沙茶醬、辣油等等，亦都有啲前菜小食，好似啲青瓜、花生、木耳等等。跟住火鍋配料呢，就呢一組櫃，主要係啲瓜瓜菜菜咁啦。咁有蓮藕、萵筍、薯仔、鮮淮山、芋頭、蘿蔔、粟米、番茄、豆卜，幾款嘅菇菌類，金針菇、秀珍菇、鮮冬菇，仲有多款嘅菜，好似唐生菜、娃娃菜等等。另外仲有鮮雞蛋。跟住飲品呢，就呢一大組嘅飲品櫃，咁有多款嘅啤酒啊，好似有罐裝嘅喜力啦，玻璃樽裝嘅青島、斯威等等。另外亦都有啲韓國嘅罐裝飲品，普通嘅汽水，一啲康師傅嘅罐裝飲品，好似冰紅茶、酸梅湯、沙士、楊協成嘅罐裝飲品，一啲罐裝嘅茶，一啲涼茶類嘅飲品等等。估唔到仲有紅酒添啊！不過佢個裝潢呢，有啲特別，睇下。跟住甜品甜點類呢，就有芒果布甸啦，一啲乳酪嘅杯杯，盒裝嘅豆腐花，懷舊少少嘅呢，有呢隻粒粒嘅啫喱糖。另外仲有啲雪糕雪條，主要就係啲牛奶公司嘅杯裝雪糕同埋雪條。咁出邊自助區食物嘅選擇呢，大致就係呢啲啦。
湯底呢都係啲大陸傳統酒樓嘅火鍋湯底啦，咁就有上湯鍋底、沙爹湯底、鴛鴦湯底、澳門豬骨鍋底、香西皮蛋湯底同埋麻辣湯底。2至6位呢就一個湯底，7位以上就2個。如果要另加湯底嘅話呢，就每個40蚊。咁我哋就揀咗呢個鴛鴦湯底。咁剔紙仔落柯打嘅呢，主要係啲火鍋配料啦，好似有肥牛、豚肉片、香西牛滑、鮮滑牛肉、豬潤、豬肚、牛舌、三黃雞片、走地雞件、雞子、手打墨魚丸、順德鯪魚滑、炸魚角。另外仲有多款嘅海鮮類，好似有青口、脆皖骨腩、草皖骨腩、大魚頭、海蝦、鱔片、水土柚、脆皖魚片、草皖魚片，仲有牛柏葉、水餃、雲吞、魚腐、豬皮、豬紅、芫茜、燒賣、海帶、午餐肉、鮮腐竹、蟹柳、魚皮餃、芝士腸。另外就仲有鵝腸、炸魚皮、響鈴、山根、枝竹、粉皮、豆腐、木耳、紅薯粉、生麵等等。特別啲，佢仲有多款嘅丸啊，有啲都真係比較少見啲，特色啲，好似有海膽包心丸、芋泥包心貢丸、仿乾貝丸、豬骨濃湯貢丸、黑椒牛丸、龍枝豆腐丸、松露小籠包、隻燒芝心丸、仿龍蝦丸、薑汁皮蛋貢丸、黃金龍蝦球、蜜汁墨魚丸、櫻花蝦餅、潮州魚蛋、芥末沙律球同埋鮮豬肉丸。丸嘅選擇呢，相當豐富，亦都相當有特色。咁我都盡量揀多少少款啦，但係因為佢嘅份量呢，真係相當足啊，我都唔敢叫太多，驚食唔晒。咁飲品呢，我哋就飲咗啲普通嘅汽水啦，好似有沙士，亦都有康師傅嘅酸梅湯，仲有啲罐裝嘅茶，韓國嘅罐裝飲品，少有啲嘅金桔檸檬啦都有。另外前菜消息呢，就有啲花生粒粒啦，仲有個涼拌木耳，打邊爐之前食翻少少都唔錯啊。再嚟就調味，咁就正路酒樓調味嘅選擇，豉油、辣油、芫茜、蔥、沙茶醬等等。好啦，開餐，睇下幾豐富，幾大車，一車嘅火鍋配料擠晒出嚟就係咁啦，超豐盛、超豐富嘅一餐啊！而且份量相當足，略嫌有啲多添啊，因為我哋得2個人，呢啲全部都係1份嘅份量，如果可以少啲啲呢，會更好。咁先嚟呢，就啲出邊自取嘅火鍋配料先，咁就攞咗呢一碟啦，主要就係啲瓜菜類啦，好似有薯仔片、番茄、鮮冬菇、粟米、芋頭、豆卜、金針菇、雞髀菇、蓮藕、萵筍等等，跟住仲有多款嘅菜啦，咁就一兜一兜細細兜自取，都新鮮靚仔嘅，再嚟多兜。跟住肉類呢，相對就啲一般質素嘅肥牛啦，食得過，但係冇乜特別驚喜，肥瘦比例都尚算適中嘅。另外仲有呢個牛肉滑，超大碟啊，真係太大碟添啊！另外仲有滑牛啦，亦都係相當大碟嘅。必食嘅呢，有呢個蝦大大隻，仲有鱔片，呢個相對比較少有啲，亦都有脆皖骨腩、脆皖片，仲有多款嘅丸類，有啲呢都幾有特色，好似有呢個芋泥包心貢丸、仿乾貝燒、蜜汁皮蛋貢丸、墨魚滑、雲吞、芫茜燒賣、蟹柳，再嚟多灣，有呢個水柚，再加多個豬皮，幾大碟豬皮，我哋2個人啫，再嚟多碟蝦同埋鱔片，仲有肥牛。呢個肥牛呢，大大塊，全部嘅份量都相當足，相當有份量啊！一大班人嚟食呢，就啱晒。整體火鍋配料嘅選擇真係唔錯，仲有啲相對貴價少少嘅食材，好似係鱔片啊咁樣。好啦，開餐超級豐富，相當唔錯啊！湯底呢，我哋就揀咗呢一個鴛鴦湯底，一邊就沙爹湯底啦，冇乜料嘅啫，純湯底。另外一個呢，就啲清湯湯底，都係清清地，冇乜特別嘅啫。肉呢，咁呢個肥牛大大片，肥瘦比例都尚算適中嘅，睇下幾大塊。我諗啊，係平時日式火鍋放題嘅2倍啊。淥完之後嘅賣相呢，
就係咁樣，質感都唔錯嘅，都有肉味嘅，未去到話超正，但係都算幾好噶啦。再嚟呢，仲有滑牛，咁都係一般酒樓滑牛嘅賣相啦。淥完之後呢，就呢個樣，未去到話有啲滑牛揦到淋晒嗰隻，相對呢就有質感少少。以滑牛嚟講呢，都算幾好噶啦。仲有呢個香西牛滑啊，超級大碟啊，我諗起碼做到10粒8粒普通丸咁嘅大細。咁呢個牛滑呢，淥完之後嘅賣相就係咁啦。質感上呢，我覺得同普通點心食嘅山竹牛肉呢差唔多，應該都係同樣嘅嘢嚟噶啦，質感都幾好。跟住呢個手打墨魚滑呢，份量相對就正常翻啲啦，質感亦都算唔錯嘅，幾有彈性。再嚟呢，有啲海鮮類，首先我覺得必食嘅當然係呢個蝦啦，大隻，仲要完全唔孤寒，一碟呢有多隻，淥完之後呢就係咁樣，大隻，個質感相當唔錯，幾爽口，幾紮實，點少少豉油食呢，正啊！我哋都再嗌多咗一彎。另外仲有相對少有啲嘅鱔片，亦都係任食，咁個鱔呢質地唔錯，亦都係有少少爽口嘅口感，呢個正嘅。亦都有啲皖魚類，咁有脆皖骨腩、脆皖魚片，未去到話超脆，但係整體質素都唔錯，都可以嘅。呢個就脆皖魚片，呢個呢就脆皖骨腩，不過比對起上嚟呢，我哋就中意食個鱔多啲。青口呢，我有點嘅，不過冇嚟到，我諗應該冇晒啩。跟住雲吞呢，質量都算可以嘅，細粒，咬開裏面呢就咁啦，咁有啲菜有啲肉咁啦。另外蟹柳就普通質素嘅蟹柳啦，呢個就一般般。跟住丸類呢，呢度嘅丸類相當特別，選擇亦都相當豐富，好似有呢個有芋頭喺裏面嘅丸啦，質感都唔錯，都可以。另外仲有呢款皮蛋丸啊，係有皮蛋喺裏面嘅，就少少肉，呢個相對就特別啲，咬開裏面呢就係咁樣。仲有呢個芫茜燒賣，咁就類似啲街邊嘅魚肉燒賣，就有少少芫茜喺裏面。食得過嘅。仲有呢個乾貝燒，呢個就普通啦。豬皮呢，點落個沙爹鍋底裏面，加少少沙茶醬呢，我覺得唔錯。水柚就正常嘅水柚啦。睇下我哋食咗幾多蝦，食完一隻又一隻，食咗超多啊。蓮藕呢都爽口，都唔錯。粟米都算甜，幾好。萵筍呢就係咁啦，跟住番茄都唔錯，都幾好。個鮮冬菇呢，大隻，幾滑。另外個秀珍菇呢，就正常水平啦。薯仔就正常嘅薯仔啦。菜都新鮮靚仔嘅。整體呢度火鍋配料嘅選擇相當豐富，相當唔錯，而且都有一定嘅品質，絕對食得過啊。不過就真係略嫌份量多咗少少，如果2個人食呢，真係試唔到太多款，多人嚟食呢，就啱晒。最後就梗係食甜品啦。咁呢度嘅甜品主要係啲普通嘅雪糕、雪條、豆腐花，仲有特別啲嘅啫喱糖，係有椰絲嘅，跟住仲有芒果布甸，主要就係呢啲啦。整體都唔錯嘅，好似呢啲懷舊少少嘅椰絲啫喱糖，咁佢就有呢啲星星嘅簽篤住，如果有把遮仔呢，仲正，仲懷舊。食過嘅話就知我講乜噶啦。咁呢個啫喱糖質地唔錯，甜度都適中，幾好嘅。仲有8福嘅盒裝豆腐花啦，都係佢一貫嘅水平啦。另外仲有個芒果布甸，咁個芒果布甸都唔錯嘅，真係有芒果喺度噶。跟住有多款嘅雪糕雪條，咁我就食咗支紅豆樂啦。仲有牛奶公司杯裝嘅雪糕，都係佢一貫嘅水平啦，攞嚟做個結尾，啱晒。咁埋單2位，咁我就星期5晚去嘅，相對係貴少少嘅價位，咁就比平日1至4貴多10蚊啦。成人每位全包價228蚊，冇雜費冇加1，2位總共實際俾嘅呢就456蚊。食物選擇都幾豐富，有多款海鮮類嘅火鍋配料，而且亦都相當近啟德。如果去開啟德，順便過嚟食返餐豐富嘅傳統火鍋呢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！都推介大家嚟試試，下次再同大家試食個其他嘢啦，拜拜。